打風暴，見到條煤炭啲油繼續搣嘅油，油啲搣又風浪大又跌落來，之後啲油味已經見嘅有跌7、8次啦，佢都捱要味又腐蝕嘅。你話我嗰隻釣壇咧已經死到2、3日啦，佢仲係保持守住，日夜都守住嗰隻釣壇，嗰隻母親睇背住佢走。我哋嗰啲遊客睇到佢個個睇到都好感動，證明下隻人又有感情，嗰隻釣壇又有感情，證明係一種好高尚嘅母愛。